各位老友記，我係發仔，今日同大家推介一個超筍嘅數位訂閱平台 Flexi。平時想用到 ChatGPT Plus、Netflix、Disney 加呢啲高質數位服務又驚貴，依家有咗 Flexi 嘅就可以用超低價錢享受高質數位生活啦。點解推介 Flexi 㗎？低價訂閱 ChatGPT Plus 每月只需$8.75，仲有串流影音、AI 工具等多種服務任你揀，價錢比官方平一大截，無憂售後，有專人客服跟進，遇到問題唔使自己煩，安心又放心，安全交易平台保證交易安全，唔使驚俾人呃，放心訂閱。我自己都有喺 Flexi 訂 ChatGPT Plus， 平時做文案揾資料都超順手，價錢又平，真係慳翻唔少錢。想提升工作效率，享受高質數位服務，又唔想使大錢，快啲去 Flexi 睇下啦，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小提示：網址 flexi.net， 記得話俾朋友知，一齊慳錢嘆服務。